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改眉嘅實例。呢位客人之前喺出面做咗眉，但唔滿意，係 Facebook 揾到我哋嚟睇客人原本嘅眉形，整體向上走，呢塊好似勾起嚟咁，好唔自然，而且眉峰位置太後，眉腰又太直，冇法襯托出客人大大嘅眼睛。我哋嘅改眉思路係咁嘅，首先將眉腰呢度往下壓低，令佢唔會向上翹得咁厲害，跟住把眉峰同眉波稍微向前移，等個眉形更符合客人五官比例。至於眉尾，我哋會往後平拉，增加面部嘅中心感，而眉腰部分要設計出啲弧度嚟包住眼睛，令眼神更柔和。依家我就按照呢個思路幫客人改眉。好啦，改眉完成，大家睇，改完之後，客人嘅眉形變得自然又好看，整個人都煥發出自信嘅光彩，面部輪廓更清晰，真係靚足10倍。